保安局日前宣布，已根據國安法禁止香港議會同香港民主建國聯盟兩個亂港組織在港運作。幾乎同一時間，被通緝嘅香港議會成員黃修和連發3段影片，自揭組織內部混亂與權鬥，宛如一台宮鬥劇。第一，公私不分利金飛入荷包。黃修和踢爆香港議會嘅工作報告竟化作私有，直播竟在張信燕個人 YouTube 頻道進行，流量收入晒私囊。秘書處更被泛民背景人士滲透操控，背後仲有澳港聯、澳洲維港等左右議會意見。所謂議會制度形同虛設，淪為小圈子利益輸送平台。佢更直言直播內容與真實會議係兩套劇本，直斥其公開欺騙支持者。第二，架構虛設，3人委員會成笑談。更荒謬嘅係，所謂嘅真相獨立調查委員會僅3人組成。黃修和、乜都唔懂嘅會長錢寶芬，以及被指卸膊嘅張信燕，而且冇資金、冇支援，根本無法運作。黃努力接收舉報，反被批評失敗。所謂調查工作，實為一場空談表演。第三，內鬥不斷，雙標卸責。黃修和發布影片控訴之後，遭到組織集體霸凌，被要求刪除批評內容，更被指唔忠誠。佢反指香港民主建國聯盟負責人姜家偉泄露信息，致4名成員被捕，包括未成年人士，但姜未作支援。黃最終感嘆加入組織換嚟被通緝有家歸不得嘅下場，直言唔值得。呢場內訌自爆，徹底揭露香港議會真面目，以民主為包裝，實則利益爭奪，內鬥不休，不惜犧牲他人。香港唔需要如此鬧劇組織，市民需睇清本質，拒絕被利用。